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士師記第2章6節至第3章6節，主題係信仰序言，不完全的信心導致重複犯罪。作者喺士師記第2章6節至3章6節記載，約書亞在生嘅時候，百姓都侍奉上主，但到咗後來，新一代嘅百姓就唔再認識上主，亦都忘記咗上主為以色列人所做過嘅事。以色列人做咗上主眼中睇為惡嘅事，轉去侍奉巴力同亞斯他錄，惹動上主發怒。於是上主將佢哋交喺仇敵手中，令百姓屢次受欺壓，冇辦法抵擋四周嘅列國。上主為以色列人興起士師嚟拯救佢哋，但百姓始終唔肯聽士師嘅話。等士師一死，佢哋就再次敗壞，而且行惡得更加嚴重，離棄上主，轉去跟從外邦嘅神明。上主留低咗部分列國，為咗試驗以色列人會唔會遵行誡命，但以色列人反而同外族通婚，去侍奉佢哋嘅神明，冇遵行上主所吩咐嘅一切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士師記第2章6節至3章6節記載，約書亞過身之後，新一代嘅百姓就唔再認識上主，亦都忘記咗上主為以色列人所做過嘅事。咁你有冇刻意去記住，同埋傳承上主喺你生命入面嘅作為俾其他人呢？